大家好，我係臨床心理學家梁仲明博士。今日我會同大家講解一下究竟乜嘢係自閉症譜系障礙。自閉症咧係一種先天性嘅發展障礙，通常咧喺3歲之前出現，並且咧會持續至成年嘅階段，對兒童有好多方面嘅成長都會有影響㗎。患者嘅社交、語言發展、行為模式3個方面都會出現唔同程度嘅困難。根據最新流行病學嘅研究顯示，大約每100名兒童入面就有1個人係有自閉症，而男女比例咧就大約4至5比1。以往有關自閉症喺診斷嘅名稱成日都有啲嘅差異，譬如自閉症、亞氏保加症、高功能自閉症、自閉症傾向、自閉症症狀、非典型自閉症、待分類嘅廣泛性發展障礙等等。唔同嘅名稱可能令到家長都覺得好困惑。隨住診斷標準嘅更新，以上嘅名稱已經統稱為自閉症譜系障礙啦。咁究竟自閉症譜系對兒童有乜嘢影響呢？自閉症譜系係發展障礙嘅一種，佢有機會伴隨兒童成長，並且對親子關係、同輩關係、學校嘅生活以至社區適應等等都會有深遠嘅影響。然而，每一位自閉症譜系嘅患者嘅情況都唔一樣㗎。越早發現小朋友有自閉症嘅傾向，就需要提供適切嘅訓練，就可以提升兒童嘅整體表現啦。自閉症譜系障礙嘅成因係啲乜嘢呢？目前醫學界對自閉症嘅成因都仲未有確實嘅結論，不過普遍認為自閉症嘅成因同遺傳因素有關。患者嘅兄弟姊妹患有同一症狀嘅機會都比一般兒童高。大量研究數據都指出，接種麻疹、腮腺炎、德國麻疹嘅混合疫苗同自閉症譜系障礙係冇關聯㗎。咁我哋可以點樣去幫助患有自閉症譜系障礙嘅兒童呢？現時對自閉症譜系障礙嘅兒童最佳嘅治療方法，主要就係從教育同埋行為訓練着手，幫助佢哋建立有效咁樣去社交溝通，從而加強佢哋嘅適應社會嘅能力。自閉症譜系障礙究竟可唔可以用藥物嚟去治療呢？目前都仲未有證據顯示藥物可以根治自閉症嘅社交同埋溝通困難。不過有一啲具侵略性或者自我傷害嘅行為、情緒困擾、強迫或者刻板嘅行為、過度活躍、專注力弱或者難以入睡呢啲嘅問題，都可以透過藥物控制呢啲嘅症狀，從而希望可以幫到小朋友接受教育嘅時候有更佳嘅表現。下次就會同大家講解一下點樣去衡量小朋友需唔需要做自閉症評估。